跟上面的文化，跟上面孩子的未来，都能够被确保。有好山好水，才有这么多的金曲奖在花东，有这么多的金钟奖在阿里山出现。周族不小心就拿了3座。是的，但是在20几年前，我们的土地开始被践踏，我们的名字开始被剥夺，原住民族开始受伤的时候，有一群年轻人，那个时候的年轻人，他们努力站了出来，为自己的民族呐喊奋斗。20年过了，哦，很多年过了，对，他们的热血传承到我们身上，我们在凯道上面看到他们的影子，我们在任何的座谈上面看到他们的影子，所以，我们不要再让伤害变成伤害。我们欢迎马耀国牧师。